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拿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请吹号角。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作为。今天是大斋期第3主日，我们感谢慈悲的天父。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愿主帮助，使我们有与主一同受苦的心志。我们再次思想纪念你，为了救赎我们，甘心愿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你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得到洗净。愿你的爱触摸我们，我们愿意改变，真心悔改。且你的复活也带来了救恩的盼望跟确据。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就凡事交托。愿你大能的手成为我们的依靠帮助。愿在今天的崇拜中，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也能重新得力，愿意过属灵的生活，见证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翻开新灵粮诗选53首，我们来唱全首。
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用信仰宣言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圣灵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请我们翻开诗篇19篇，在旧约的552页，诗篇19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诗篇19篇第1节：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都比金子可炫目，且比极多的金可炫目。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时候要为着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肢体、国度来向你祷告，求主纪念印度半岛巴基斯坦，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中，使他们国家百姓能够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们要献上祷告。我们也为着台湾卫理公会北一郊区
城中教会献上祷告，为邱太尧牧师，愿主祝福他们在当地所有的服事，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使人悔改信主，也求你带领所有的同工传道，身心健康，服事有力。我们也为着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使他们可以秉公行义，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及政策，使整个国家人民都得到蒙福。也为着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也为着台湾水情告急，求主赐怜悯，能够降下雨水，解决台湾缺水的情形。我们这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这一段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里，我们请何兆鼎弟兄来为我们读上帝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今课的第一处在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旧约圣经74页。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旧约圣经74页。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今课第二处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到25节，新约圣经180页。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到25节，新约圣经180页。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暂待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何弟兄。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章13节到22节，在新约圣经的102页。约翰福音2章13到22节，第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届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第18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的这话，便信了圣经耶稣所说的。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讲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感谢主。接下来是献诗，我们要请诗班献诗《美宰主耶稣》。
谢谢诗班正道，我们请我们的本堂牧师蔡伟文来传讲圣殿事迹。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做礼拜。美哉主耶稣！不知道大家觉得耶稣美不美？如果耶稣很美，那表示我们的眼光是对的。我们在我们的眼目上能够专注在主里面，我们就发现耶稣是何等的佳美。愿上帝帮助我们。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关上帝的羊的时候，他说这个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各位知道“美”这个字上面是什么东西？知道吗？有一只羊，它很硕大，硕大当然就是美。当这只羊很大的时候，当这只羊能够为大的时候，那就是美。所以当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那就是美在这当中。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一样，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各位应该会发现到我们的讲台上的桌巾已经换了颜色。各位，我们不是随季节换颜色，所以千万不要误会。知道各位为什么要换成这个紫色的颜色，知道吗？紫色在教会的颜色里面有一点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各位知道紫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会代表什么，知道吗？来，浪漫哦，可以好，还有吗？也有人说是神秘，对不对？好，各位在教会里面，紫色它其实代表一个事情，就是紫色代表悔改的意思。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当你看到桌巾换成是紫色的，或是牧师的肩带换成是紫色的，那代表一个悔改的用意，表示这段时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所以穿紫色意思代表我们需要悔改在上帝的面前，当然也是一种等候。等候谁？等候主基督再次的恩典临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你看到在教会的桌巾里面换了紫色的，表示我们在这里悔改，并且等候主的恩典在降临。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朝见我们的主。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但是同时也是谨慎跟悔改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啊。各位不晓得有没有从这个手机上面去收到有一些叫做诈骗电话的，或是诈骗的那个讯息。那当然也有，最近听说那个郭先生，有一个郭先生，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面听说也是一个假的讯息。那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就收到了一个讯息，他说请他把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就汇到这个指定的账户里面去。他说你的账户被扣了。好，所以他就这个随手他就写了，他其实没有钱，他就随手写，他说我已汇50万到你的账户里面去。结果后来过没有多久，这个讯息一直不断的传来。各位知道是谁传来的吗？诈骗的人传来说，我今天已经去邮局去5趟了，但是为什么看不到你的50万在哪里的？听得懂那个意思吗？他说你这个诈骗集团，你为什么没有把你的钱汇进到我的账户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有很多人会骗人家，可是反而被骗了，他自己就心慌了啊。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慌乱。有时候我们需要很稳定的、很清楚知道怎么去面对。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韩国的华侨，然后他的孩子被就是有一天他接到诈骗电话，然后说他的孩子被这个绑架了，然后他就不晓得应该怎么办，所以后来他就在电话中跟歹徒说，可不可以让我的孩子跟我讲几句话？然后他就用韩语跟他的这个被绑架的孩子说话，结果那个孩子一听到就骂他3字经，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对方不会讲韩文，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跟我们的孩子说一点这个商量，就是有一些暗号或是暗语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也不要慌乱，因为被别人这样的诈骗的时候，有时候是可能是一个欺骗所以不要心里面慌乱。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求助很多的方法，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保守我们能够得平安。好，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
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华人常常讲一个事情，就是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叫做万万不能，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要靠钱去买的，当然有时候钱可能也会买到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要靠钱去买的。你不需要花钱去买的东西，有很多东西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东西是你不需要花钱去买来的东西。好，请大家看一下有几个东西，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不用花钱的。论坛报给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图片提醒，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帮助。第一个，他说心安，心里面的平安。这里有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的这个26章第8节，他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艰辛依赖上帝的，上帝要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我们是依靠他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平安不是从人给的，也不是用钱去买来的。当然有一些钱可以买暂时的平安，但是真正的心安是需要从依靠上帝而得来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艰辛来依靠上帝，让我们的心能够大得平安。第二个，他说快乐。当然有的人可以用钱去买快乐，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快乐。我们上次有提过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喜乐。各位，你赚到100万，或是你中奖中100万，那个叫什么？快乐，对不对？但是你捐100万出去，去帮助有需要的人，那个叫什么？喜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有一段经文，罗马书的16章13节，15章1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好，所以上帝要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要充满我们的心。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快乐不一定是要花钱去买的，有时候快乐我们需要到内心里面去寻求。所以有一个教父叫做奥古斯丁，他说：当我寻求上帝的时候，我看到上帝在我的里面；当我在我的内心里面寻找上帝的时候，上帝在我里面的里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内心当中去寻找到得着上帝的快乐。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叫做人缘，或是我们把它换成叫做人际关系。你的人际关系也许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有一位朋友比兄弟更亲密。在箴言书的18章里面24节里面提到，有一朋友比兄弟更亲密。好，所以这个朋友是谁？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知道，这个朋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一个诗歌里面唱什么？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对不对？你最好的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也许你不一定身边兄弟姐妹会在你身边，但是你会有一个比兄弟姐妹更亲的朋友与你同在。所以你不是没有人爱的，你不是旁边没有人，你不是孤单的，因为有耶稣与你同在。再来就是尊严，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想要去用钱花钱去买尊严，但是事实上尊严不是去外得的，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所以尊严是从哪里来？从我们认识上帝，并且知道我们是他形象所造的得来。创世纪1章27节里面提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上帝透过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为什么你不应该去欺负别人？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为什么你不应该被欺负？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独特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在拉丁文里面提到说 Imago Dei， 意思就是这是上帝的形象。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荣美在身上。我们刚刚唱那首歌美哉主耶稣，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耶稣的美，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透过我们看到每一个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来看到我们是有尊严的。再来就是叫做自信。什么叫自信？就是自我的肯定。在雅歌书里面的第4章第7节里面，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
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上帝说我们是他的佳偶，是全然美丽的，是毫无瑕疵的。虽然也许我们的外表不一定是好看的，我们家师母最近跟我讲，她说你是老起来等的，她说我是老起来等的，意思就是我的外貌虽然不是真的是很帅气的，她说我是老起来等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年纪大了也是这个样子。但是不管它是什么，她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毫无瑕疵的。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他最美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外貌好像不如人，或是觉得我在哪个地方不如别人。那个自信是上帝看我们是美好的，上帝说我们是美丽的，是没有瑕疵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自信不是来自别人的肯定，而是上帝对我们的肯定。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到爱不一定要用钱去买的。所以罗马书里面第8章提到这样的事情：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无论是死是生，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能够不是因为我们去用钱去买来的爱，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是被爱的，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健康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主的面前，我们应当是何等美好的。上帝看我们是美的，是善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钱不一定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当然没有钱也不可以。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是被钱来辖制，可以有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花钱，而我们就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自我肯定跟形象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我们今天看的经文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要了解它的背景。各位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族群里面，从古到现在也都是这样，他们成年的男子必须要在这个1年当中有3次的时间，他们要到圣殿当中去朝见上帝。各位知道我们华人1年有3大节，对不对？各位知道以色列人的3大节是哪3大节，知道吗？逾越节，还有五旬节，还有住棚节。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华人有3大节，以色列人也有3大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成年的男子，他们必须1年3次到圣殿当中去朝见上帝。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图是这个想象的图啊，这个是按照圣经里面去把它复制出来，希望可以了解说，原来早期的圣殿是像这样的一个形象跟一个样式。早期圣殿是相当宏伟的，在当时的建筑上来说，所以1年3次，犹太人的男子1年3次来朝见上帝。那要先说明一下，以前过去是比较就是重男轻女的，所以男生才可以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内院来敬拜上帝，女生跟孩子只能够在外面。但是男生满12岁就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所以各位如果读耶稣为什么12岁要到圣殿里面去朝见上帝，因为以色列人12岁就称为是成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以色列人的小孩子男生就12岁就可以跟父母亲到圣殿里面去朝见跟敬拜上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1年有3次要到圣殿里面去朝见上帝。那朝见上帝的时候，在圣殿里他们通常都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献祭。各位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地方我们都会读到有关献祭的事情。所以你到圣殿里面最重要做什么？要在上帝面前来献祭。所以做礼拜的当中，我们会有奉献礼，我们会有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朝见跟上帝的敬拜，这个叫做献祭。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当我们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透过唱诗赞美来敬拜上帝，透过我们的奉献来敬拜上帝，这个叫做献祭。过去的人用牛羊来献祭在上帝的面前，而且是要用无瑕疵的公牛，还有羊，还有这个鸽子来献祭的。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很慎重的礼仪，他们到圣殿当中朝见上帝，要敬拜上帝，是要来献祭的。第二个，在圣殿里面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听祭司来宣讲律法。所以在圣殿里面，祭司都会在那里读上帝的律法。所以在圣殿里面，祭司在那里宣读的时候，众百姓就要站立来听上帝的话。我们现在比较舒服，而且比较舒适，因为大家都可以坐着听讲道。在过去圣殿里面，他们是站着听上帝的律法，
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当祭司在宣读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所有的人是站立在这个地上，然后在那里回应阿们这样的一个回应。所以祭司在宣读律法也是去圣殿里面要去进行的事情。第三个事情就是他们到圣殿里面要去祷告，所以圣殿里面有一些的敬拜的行为，包括你来到圣殿当中要透过祷告来与上帝亲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相当的重要，很多人大概都会忽略那个时间。在我们还没有崇拜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是需要安静的时刻，而那段安静的时刻是大家在座位上，不是你没有事做，而是你要在那里跟上帝有一个交通跟祷告的时刻。所以圣殿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是让人在圣殿当中来朝见上帝，跟上帝见面的。这个是三个主要在圣殿里面的功能：献祭，还有祭司宣读律法，然后百姓在这个当中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祈求、来敬拜上帝。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很美的画面里面，人到上帝的殿中来朝见上帝，与上帝亲近，这本是一件美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各位，在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会读到有一段话，叫做在圣殿外院里面有一些的市集。什么样的市集？在外面的地方，圣殿的外面有一群人，他们在卖什么东西？他们在卖牛，他们在卖羊，他们在这个卖鸽子，然后他们还要换钱币。各位，在我们的当中，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用看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外面没有地方可以放牛、放羊，也没有办法可以放鸽子，我们也不用换钱币去来奉献。但是早期他们是需要的。各位如果知道他们当时的一个祭祀跟一个敬拜的方式，他们是很慎重的。所以有很多人他们要到圣殿去烧燔祭给上帝的时候，有的人会拉自己的牛羊来到上帝面前要来烧来献祭。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有人会判断这个牛跟羊是好的或不好的。好的羊才可以献给上帝，好的牛才可以献给上帝，但是不好的是不能够献给上帝的。所以谁能够做这个判断，知道吗？祭司。祭司做了这个判断，就是你的牛可以送进去，你的羊不可以送进去，由祭司来做判断。但是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今天如果祭司跟圣殿外面的卖牛羊的人挂钩的话，他告诉你说，不行，你今天这个牛有瑕疵，你要去外面哪一个店家去买他的牛来换献祭。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必须把他牵来的牛必须再去拿到圣殿外面去换了牛之后，再进来到圣殿里面来献祭。有很多人他必须要献羊的时候，他必须要把羊献上，但是祭司说不行，你的羊是不可以献的，所以你必须要去外面换。更可怕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拿他们当时的货币。各位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他们的钱币是罗马钱币。但是罗马钱币上面有谁的像，知道吗？有罗马皇帝的像，所以罗马皇帝的像是不可以拿进来圣殿里面奉献的，所以他们就会在外面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换犹太人的钱币。各位知道换钱就会有所谓的叫做汇差，对不对？很多人透过这个东西来当做他的收入的机会。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本来是一件美事。今天你的羊不好，你的牛不好，如果外面有人可以卖好的牛羊给你，然后换来给你做献祭用，如果今天我的钱币是罗马币，我必须要换成这个犹太人的钱币，有人来跟我换，让我可以拿犹太人的钱币来奉献，这是一件美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件美事取代成你的敬拜的时候，那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各位，你可以想见，在礼拜堂的外面有很多人在那里呼喊说，你要买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你要有什么样的东西，你要买个十字架，你才可以来到圣殿当中敬拜上帝。你可以想见那样的一个场景跟情况。如果各位在没有在想象的时候，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台北，知道台北有一个很大的庙叫龙山寺，知道吗？龙山寺有很多的本来外面有很多卖香火的、香烟的，所以有很多人他会在那边卖的时候，
他会指定说你要拜这个神明，你要用哪一种香才可以拜这个神明，所以你不能够去用别的香，你要指定哪一种香才可以。如果你去东龙宫，在东港那边东龙宫的时候，东龙宫也有很多，外面也有卖香火的。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这些人他们从中去获得很大的利益，所以敬拜上帝的地方变成是一个热闹的市集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些东西是我们用这些东西去取代了本来应该敬拜上帝的事情？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有哪些东西是反倒我们把它以客为主了，反倒把本来的主拿去用在别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样的事情。1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一起念来。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在圣殿的外面有一群人坐在那里，那里有卖牛、卖羊、卖鸽子的，而且有换钱的人。这些人都坐在圣殿的外围的地方，等待大家要来圣殿敬拜上帝的时候，要来换这些东西。各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等级吗？牛、羊跟鸽子，知道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吗？有钱的人就献牛，对不对？然后比较一般的就献羊，对不对？那没有钱的就献什么？献鸽子，对不对？好，所以那如果要是换钱的时候，我需要换钱，就有兑换钱的人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是为人的方便，为人可以敬拜上帝的方便，可是却取代了本来圣殿的功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了解，来到圣殿中，你最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当然会觉得去交易很好，透过一些事情我们去采购，或者是比如说教会里面也介绍有一些书不错很好。我不是说大家不能买书啊，千万不要误会牧师的话。我不是说你不能够去买书或是买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应当去取代了你要来敬拜上帝的那个本意。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这个情况当中他做了什么。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的圣经，一起念来。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耶稣会生气的，耶稣会翻桌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看过耶稣生气的场景吗？很多人说基督徒不应该生气，其实不要搞错，基督徒不是不应该生气，而是基督徒知道怎么生气。当你看到不公义的时候，当你看到有一些事情是不正确的时候，那是你应该生气的时候，而不是动不动就要去生气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是，耶稣我们看起来都是很温和的形象跟样式，但是圣经里面提到耶稣生气在这个地方是，甚至连桌子他都翻了，因为这些人他们把次要的东西取代成为敬拜上帝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在这当中。16节他这里又提到说，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把次要的东西放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把真正要敬拜上帝的事情把它忽略了。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应该是献祭，应该是来听上帝的话，应该是在这边祷告的，但是这些功能没有的时候，当你看成是变成是有很多东西我们来这边交换，我们来这边有一些的交易，当然不是说这些不行，当你在这边交易的时候，这些东西是附加的，但是当它取代了变成主要的事情的时候，那是有很大问题的。很多人在那个地方本来是为了方便，但是后来就变随便了。当你开始在方便的时候，很多人说我用这样很方便，但是有很多时候反而因为方便的缘故就随便了，以至于我们没有用慎重的态度来敬拜上帝。我们在那里分享的是我的东西多好，我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却失去了那个真实的敬拜的意义。跟大家介绍有一个很有名的在中世纪的一位教父，这个人叫做圣劳伦斯。这个圣劳伦斯他是一个在修道院里面厨房里面工作的人，然后他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说，即使在嘈杂的厨房中，我的心仍然像在圣殿中敬拜上帝一样。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说在圣殿里面才是来朝见跟敬拜上帝。这个圣劳伦斯，这个弟兄，他是在修道院里面，而且是在厨房里面工作的，他是厨工，他其实不是真正的所谓的修士。
但是各位要知道一个事情是，当时的修士要常常到圣殿里面祷告敬拜上帝，可是这个在厨房里面工作的人，他却这样说，他说即使在嘈杂的厨房中，我的心仍然像在圣殿中敬拜上帝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现在在圣殿里，但是你的心就像在嘈杂的厨房里面。我不知道你的心现在像什么，也许在那个圣殿里面，也许我们并不是在圣殿的中心，那个圣殿中心在祷告的地方，而我们是在那里在交换钱币，我们在那里在换牛羊，我们在那里很热闹的市集，但是上帝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信仰变成只是宗教性的仪式，行礼如仪，那么上帝不过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上帝是你生命的中心，你的信仰的中心的时候，上帝才是你最重要的，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来敬拜上帝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是厨房还是圣殿？你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这里是你跟上帝见面的地方，还是你的心像嘈杂的厨房一样？诗篇69篇9节，我们来念一下。耶稣在那里按照诗篇里面的这个旧约的一个应许，这段话从旧约里面来显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69篇第9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为上帝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果你看到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烧起来？你有没有为了神的殿觉得好热好火热？我不希望看到这样，我希望我的上帝的殿是一个荣耀的殿，而不是一个在这边像市集一样的嘈杂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会不会为上帝着火？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没有着火，看到好像没有看到一样，这里干我什么事情，反正又不是我管的。我们的心常常没有那个火烧着的感觉，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事情当作没有看到一样。耶稣看圣殿里面的事情，看敬拜上帝的事情，好像火烧一样，这是对的，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来取代敬拜上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哪些东西取代了你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有哪些东西取代你跟上帝的关系，那么我们还在市集的里面，我们还没有在圣殿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耶稣愤怒的把这些的牛羊，把这些的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外，因为他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取代敬拜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些东西是取代了你跟上帝的关系？我们需要把这些东西从我们的身上去挪开来。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上帝才是祷告跟敬拜的中心。上帝不是只有我们祷告的对象，他更是我们祷告的中心。我们有没有以跟上帝祷告当作我们在这里崇拜的最重要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而不是一个贼窝，不是一个在那里交易的地方。上帝的殿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不是在你的信仰当中成为你的中心？还是跟别人交易成为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跟别人去买卖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上帝在殿中，我们应当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他。所以当我们在进殿的时候，有一个进殿的这样的诗歌，主在圣殿中。我们有没有看到主在圣殿中？还是我看到牛羊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才是我们祷告跟敬拜的中心。所以什么事情才能够叫我们讨上帝的喜欢？是我们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转向他的时候。所以不是我在上帝面前献很多的奉献，或是献很多的牛羊，或是献很多的这些的东西讨上帝的喜欢。什么才是讨上帝喜欢的？是我们悔改转向他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那才是上帝最喜悦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有2个人的祷告，有一个税吏，有一个是法利赛人。这个税吏他虽然献很多的东西，他说我的这个祷告我1/10我献给上帝，我甚至有很多的事情我都不做，像那个税吏一样。但是那个税吏谦卑在上帝面前，他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样才是讨上帝喜悦的？
上帝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也随时预备要听祷告，但是他的听祷告的心愿远大于我们要跟他祷告的这样的一个意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一定很有心要祷告，但是上帝是听祷告的，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他随时听我们的祷告，他喜爱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即使我们心中也许有很多的不愿意，或是有很多的愁烦，或是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干扰我们，但是上帝仍然在圣殿中愿意成为听祷告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上帝不听祷告，而是我们的心愿不愿意祷告。第二个，忙碌不能够取代祷告跟敬拜上帝。各位，市集很忙碌，里面有牛羊，很多事情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去烦扰，要去换钱币，要去换牛羊。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会取代了你敬拜上帝？所以效法耶稣，以祷告为优先，不要让忙碌变成你跟上帝之间的拦阻。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忙事工，忙很多的服事，忙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不在圣殿中来敬拜上帝。所以关于做上帝的工，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祷告很少；开会很多，祷告很少；然后培训很多，但是祷告很少。愿主来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用事工去取代应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我们去参观韩国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个韩国教会的牧师这样说，他说教会里面祷告越多，抱怨就越少。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抱怨很多，表示我们祷告是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抱怨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惊讶，表示我们祷告是少的。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听到抱怨的时候，那么需要更多的祷告在这当中。很多时候牧师自己也在反省，有时候我常常会看一些事情是很不满的，有时候我常常会看一些事情是不喜欢的，但是我会反省一个事情是，我有多少时候在为我看为不满的事情为他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这个事情不好，看这个事情不满意，但是我们却没有为这个人或是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培训，会有很多的开会，会有很多的这个演讲，但是我们反而祷告是少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做上帝的工必须是有更多的祷告。当然有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祷告，我哪有时间祷告，我时间忙得很。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不管是开车的时候，搭乘这个公交车的时候，就是搭乘这个客运的时候，或者是你在上班的路程上面，他说尝试关掉手机，尝试关掉收音机，用这个时间跟上帝来说话。所以让祷告成为你每天工作的开始。你也可以进到办公室里面，在那里，在你工作的地方，在那里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的一个祷告。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握时间，就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没有办法准时到教会里面来做礼拜，因为他是一个开计程车的弟兄，所以那时候他就在他的计程车里面，他就放这个诗歌的音乐，他在那里来祷告，在那里来敬拜上帝。所以他的开车的地方成为他敬拜上帝的地方。但是我不是说叫你开车的时候眼睛要闭着啊，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牧师要告诉你开车眼睛要闭着祷告，不是这样。一样眼睛是张开的，但是你可以张开眼睛听诗歌，然后心里面跟着一起祷告。所以你搭车的时候也祷告，你在工作的时候也祷告，你无论行路躺卧，你都可以在那里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你不一定来到圣殿里面祷告，但是你的心要成为你的圣殿，你的心要成为你敬拜上帝的地方。第三个，教会是充满祷告敬拜的群体。所以教会里面当然是一个美好的群体，但是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祷告。所以教会里面最需要祈求的不是坐满信徒，当然我们很希望礼拜堂里面坐满很多的弟兄姐妹，坐满很多的信徒，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当中需要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教会要被圣灵充满，而不是只是充满这个坐着的人。让我们在这边常常被圣灵充满，被提醒。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讲也许有点沉重，但是一个教会里面的温度计在哪里？一个教会的温度计不是在它的活动表，一个教会的温度计是在它的祷告会。所以祷告能够有多热诚，其实这个教会就有多高的温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教会需要有温度的话，
那么要更多的来到祷告会里面，为着教会来守望祷告。我们期待能够看到教会是有温度的教会。各位，什么叫没有温度，知道吗？当你来到圣殿里面，当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没人理你，那个叫做没有温度的。可是你如果发现在这边有很温暖，我坐在这边，有很多人关心我，有很多人问候我，有很多人会去知道我需要什么，那是一个有温度的教会。所以一个有温度的教会，不是它的活动表很多，而是它的祷告会是兴旺的。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越知道上帝的心意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在灵里的祷告是积极的行动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忽略在教会里面的祷告。在教会里面的祷告是重要的侍奉。也许牛羊很重要，也许我们的换钱很重要，也许我们的这个鸽子需要把它好好的绑住，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来到圣殿当中来祷告。结论的地方请大家来看一下，只要神发现祷告的心，他就在那里做听祷告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可能觉得我没有办法每天来教会里，我可能在家里面，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在自己的工作职场，我在我的这个生活的地方，但是当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上帝都乐意成为听祷告的上帝。你要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市集，还是让你的家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你要让你的礼拜堂成为市集，还是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你要让你的工作的地方成为市集，还是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这是我们可以去反省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被提醒，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祷告敬拜上帝。其他的东西也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要来到这里，要来遇见神，要朝见神。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神，能够朝见神。特别我们在大斋节期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主有一同受苦的心志。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也与他有一同受苦的心志，亲近他，能够了解主的心意，让主能够感动你的心，知道有哪些事情是你要在神的家中来做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主啊，若不依靠你，我们实在有很多心里面的烦乱，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牛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鸽子，里面有很多兑换钱币的这些的这样的混乱的地方。主啊，唯有你才能够把我们里面的这样的市集给除去，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敬拜上帝的地方。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在嘈杂的环境里，我们的心也仍然像在圣殿中敬拜上帝一样。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让我们专注于你，不是专注别的事情，单单在乎你，不是在乎别的，单单爱你，不爱其他的。愿你恩待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现在来把金句背诵一下哈，《约翰福音》2章17节，我们背诵2次。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翰福音2章17节。我为想起经上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翰福音2章17节。好，圣餐礼，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的300首，我们只要唱第1段，与主合一。姐妹，我们要来到主的圣桌前，
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卫理公会在每个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每个月的第1次，还有包括每年的第1次，都是新的开始。也许我们之前有一些不好的状况，或是有不好的地方，然而我们都依靠主的怜悯，重新再开始。上帝常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常常给自己、给别人有再一次的机会。我很感谢上帝，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师母，让我可以常常被提醒。有时候他常常会提醒我一些事情，他会告诉我说，你刚刚讲这个话有点不太得体，或是你刚刚做这个事情有点不太好。所以有时候被提醒是好的，但是各位知道，其实人心常常是骄傲的。不要觉得牧师就是完全人，牧师有时候自己心里面也会有骄傲。我甚至有时候常常会跟我自己的师母讲说，我觉得我才不是这种人，我觉得我不是像这种人。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盲点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的。我常常说，牧师穿的这一身黑衣，只有一段地方是白的，只有那块讲到的地方是白的，表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尼托生，他说，感谢上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还能够讲出上帝完美的话，那才显出上帝的完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要请你们来包容跟原谅传道人、牧者在有一些地方上面真的不完美、不完全。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愤怒，有时候我们也会生气，有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这些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个人的喜好，或是因为个人的方式，会去做一些的审判。审判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也不是牧师的工作。牧师的工作应该是爱人，而不是要去审判人或批判人。但是请弟兄姐妹要原谅你的牧师，因为有时候牧师会去批评别人，或者是有时候会去评判别人，这些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我们的评判跟批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也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在爱里面接纳跟包容。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许有一些人，我们讲话也许比较直快，也许比较没有修饰，但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那个叫做要伤害别人的意思。所以好不好，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重新的悔改跟认罪。也许我们有一些话语或是行为上或是思想上有得罪上帝、有得罪人的，我们求主来怜悯跟纪念，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来到主面前，因为上帝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愿主帮助我们。等一下一样，我们会在后面的地方帮大家喷上酒精，因为我们还在防疫的期间，所以我们还是要按照防疫的规定，所以我们会请这个招待的同工会在后面帮大家喷了酒精，然后请大家到前面来再来领这个饼跟杯。那一样也请大家按照防疫的规定，就是我们沾了饼杯之后，我们就马上就吃了，然后回到你的位置上，在那里祷告。那如果真的万一不小心你真的饼掉进去杯子里面，不要把它捞起来，一定要这个等我们的同工再发给你一个饼，然后手也不要沾太进去，要不然会沾到你的手指头，这样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按照防疫的规定，有时候我们保护自己也在保护别人，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中一起平安的来享受这样的一个圣餐礼。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
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安慰文。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诵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现在邀请我们的陪参的同工，请到台前来。我们等一下还是会一样按照防疫的原则，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同工领完之后，就会在台下这边帮大家来分这个饼杯。先帮你们喷酒精。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主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为你们罪孽，保守你十分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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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弟兄姐妹，我们就预备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饼杯。不管我们是在哪个教会或是在哪个地方受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欢迎你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这个饼杯。那我们就从中间的地方进来，然后来领受这个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沾了饼杯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我们在那里来侍奉主，我们在那里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带着恭敬的心，也带着谦卑忏悔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来朝见主的面，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4楼的弟兄姐妹也请能够下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饼杯。这个饼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不分我们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能够共用一个饼，共享一个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恭敬的来到主的面前，谦卑的寻求上帝的恩典，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领受饼杯，代表我们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依靠上帝的必不羞愧，坚信来投靠主的，主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圣桌前来领受主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沾了饼杯之后，就回到位置上来，在那里祷告跟纪念。我们有很多的事项需要透过祷告祈求来向上帝来献上祷告。对，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来朝见我们的主。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没有领到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诵读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再唱新灵粮4选300首的第2段。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思想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供应我们，使我们丰富无缺。主啊，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也将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奉献一部分用在你的圣工中，求主你悦纳。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请思想的同工到台前来。请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我们先介绍一位新朋友，蔡美伦。如果有在，请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欢迎你，请坐，请坐。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第二遍的时候，我们一起问安，拱手问安。请坐。
好，我们现在有几件简单的把几件我们的事工还有这里消息很简单的报告一下。我们下一周3月14号，在下午12点半在205教室有小组长以及指示的会议，请指示同工们要参加。在成人主日学。中午11点40分，就是等一下结束了之后呢，欢迎弟兄姐妹参与选课，造就装备自己。那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启示录是在205教室，因为在前2周是在203，那现在正是这一次就不会再变了在205教室。那使徒行传是在201教室，诗歌欣赏是在这里3楼的大堂。好，然后主日后，就是11点40分有初信受洗转入的课程。那有意愿要在今年的4月4号复活节受洗或者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要前来上课。地点是在教会的 EF， 就是下面1楼的副堂。好，我现在就简单的介绍这里，其他的部分呢，就请大家自行过目自行参阅。然后这里消息也请大家自行参阅为我们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3-1颂。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哪里祷告，主你就在那里成为听祷告的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一切都得平安。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请坐。阿门颂，对不起，阿门颂。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面来，牧师要为你们祷告。另外就是等一下的这个诗歌的欣赏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步。今天好像是要唱的歌是明天吧，我为明天的我是随掌管明天。